本周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表示，他希望今年就包括东突厥散在内的访问条件达成一致，就有关维吾尔人人权遭到严重践踏的报道进行调查。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在日内瓦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我仍在与中国讨论访问的方式，包括如何有意义地进入东突厥散地区。我希望，特别是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今年能实现这一目标。巴切雷特受到来自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确保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散。目前，双方仍未就访问条件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今年发表的报告均记录了针对维吾尔人符合反人类罪定义的做法。大赦国际最新公布的报告指责中国在东突厥散采取系统性的暴力方式对待维吾尔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对中国镇压维吾尔人视而不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知道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他的说法：“我从未听过维吾尔人问题，我不知道。”受到媒体的批评。金融时报记者斯蒂芬妮·芬德利与伊姆兰汗交谈，访问期间还提到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当被问及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关押在集中营时，伊姆兰汗说：“我对此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说过。”美国向台湾捐赠的250万莫德纳新冠肺炎疫苗周日运抵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周一敦促美方不要借疫苗援助搞政治操弄。美国政府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周日抵达台湾，是先前承诺之75万剂的3倍多。日本敦促欧洲增加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让其牺牲自身经济利益对抗中国军事活动的增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提醒欧洲人，欧洲约40%的对外贸易通过南海。他说，中国正在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这是日本防卫大臣在向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务小组委员会发表的在线演讲中的一番言论。岸信夫向欧洲议员们表达了日本对中国飞快增加自己军事潜力的严重关切。他同时指出了共同坚决打击造成紧张的行为的重要性。考虑到面临的共同威胁，这位日本大臣呼吁欧盟继续并扩大双边防务合作，加强欧洲人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他还欢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该地区部署军舰。在美国宣布撤军后，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发起攻势，夺取大量地盘。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6月20日发出提醒，要求中国公民尽早离开阿富汗。据中国外交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中国外交部强调，今年以来，阿富汗国内冲突不断，供需频仍，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并利用国际商业航班等尽早离境。美国和北约军队今年5月1日起正式撤离阿富汗，并将于9月11日前完全撤出。